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大家就伫客家人真会做呀卤的东西，唔讲迄咸菜干啊、萝卜干啊、乜嘅干，客家人真係迄动都爱用嘅东西，韩国爱用嘅米线真係會留到像你客家字體嘅心肝度長久久。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有一個後生嘅細阿妹，佢轉到自家嘅屋企，來做按用滷嘅東西嘅一個工作室，佢按到剛剛好客家自物素食工坊來分享佢，分享木真，分享。大家好，我係朱木姐，今日當翻起來了。好，分享木真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哦。我覺得你係一個懂 TP 嘅人，因為你想愛就是這麼年輕，然後想要來經營一個工作室，想要來創業。大家就是我可以想象，每個年輕人都有自己的夢想，都想要來創業。不過你的創業夢想就是你想要開店，而且開業店還有特別指明你要開同色類東西有關係的，對不對？對，這是你自己的夢想。對，就覺得做這件事就是喜歡做給別人吃，覺得很不錯。對，所以這跟你頭擺可能過去工作的經歷有關係嗎？對，因為我一剛開始出社會的時候是在餐飲業工作，然後那時候我也是在自己的家鄉工作，在薰衣草森林，然後在那個時候工作的時候，我覺得這環境好棒哦，然後跟客人互動的時候，我非常的喜歡，然後就覺得。做服務業這件事情，然後跟吃的有關係，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後後來就決定要自家來開店。不過像你按後生，很多懂得一下嘅小妹，就是沒有像我們這麼賢惠，我也很會煮飯。就是可能大家就不想說，我一天到晚泡在廚房裡面啊，然後可能還會懂辛苦，還會要用到火啊，還會洗碗啊，有的其實懂某行。為什麼你這麼喜歡餐飲？小時候的記憶對你來講有沒有什麼影響？我去工作之後，我就覺得我很想要開一家店，那時候就想要開咖喱，只是因為我很愛吃，然後就覺得那個時候咖喱真對，那時候沒什麼咖喱店，可現在很多。可是慢慢經過時間歲月之後，然後我就發現，慢慢去想到小時候，就覺得媽媽做早餐給我們吃，然後。我們家有4個小孩，超級無敵挑嘴。長大之後，我才覺得我們真的有點討厭，因為我們4個人可以同一天的早餐就是要吃4種不同的，就是比如我媽媽準備三明治，可是我們裡面的餡料可以是不一樣的，然後媽媽可以每天都知道每一個人的習性，然後不同的，因為。年紀不同，上課時間不一樣。對，在這個不同時間，他就會準備不一樣的早餐。好麻煩哦！我6點要準備第一份，7點準備第2份，8點準備第3份。我以前最早的時候是6點半要上課，所以媽媽可能5點半就要起來用這些。然後那個時候並不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很怎麼樣。然後是上課國中之後才覺得，同學覺得哇，你有便當可以吃，很幸福。他會拿。就是他訂的便當跟我換，我媽媽做便當，然後或者是以前小時候我並不喜歡媽媽幫我帶便當，所以這些都是以前的記憶。可是你不會覺得這些很重要，然後是到後來長大之後慢慢去找尋之後，然後就突然覺得，好像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對我來說，我覺得影響是蠻深的，因為我覺得可以做東西給別人吃，然後可以為他準備一個他吃了會很開心的這個食物，我覺得是，我覺得心裡很開心，很有成就感的感覺。對，所以我就會再加上工作跟人互動之後，我覺得我就是喜歡跟人互動、講話，然後分享跟說故事這些，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我自己有一個空間，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棒的接觸。對，感受到滿滿的熱情的感覺。不過這類東西有懂得種啊，而且你剛剛有講到你在就是這個景觀餐廳、景觀花園餐廳工作過，那其實我就會想象你做個料理係很新潮的、很西式的、很不同的，但是其實你一開始就從大家分享到是做漬物，同滷嘅東西有相關。其實你對漬物是有特別的情感的。其實我一剛開始也沒有想要做這個，然後也是沒感覺，對不對？對，我真的老實說，真的是完全沒感覺。然後是因為很想要學大家很流行的東西，我就去先學了發酵。我第一個做的發酵是味噌，它是日本的。對。然後當我做了這個東西之後，慢慢深入發酵的課程之後，發現
其实客家有很多也是跟发酵有关系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要学习很多外来的或是别人的？然后所以是这个时候我才往回去看，然后你就发现，其实我小时候有很多我们很传统的东西，其实每天都出现在餐桌，对，可我真的不会觉得它很好吃、很特别、很重要，然后跟别人家比起来，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是后来才就是深入之后，才慢慢觉得，它应该可以有不一样的可能，所以才慢慢去接触。而且很细个时间，我永远都记得，虽然我同学是比如讲萝卜干超软。就是很好吃，我们刚才打开一个柜子的时候，就是闻到那个扑鼻而来的那个是很可怕的那个干燥发酵的味道。所以小时候其实对于按用卤的东西有一点点小抗拒，我啦，对我有一点小抗拒，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想做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嘿因为气嘎给经验，然后发现到它跟我们传统哈嘎的东西其实有连结，而且你还特别为它做了一个甜调哦。对，应该说刚好有一个机会是参加，就是我们在地青年的，就是提案，也是客家的提案，然后所以我就去想了一下，那我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机会上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呈现，所以那个时候是想要用就是婆婆妈妈的在地手艺，然后延伸可能有故事，或者是有一个客家的可能是米食啊，或者是织物都可以，只要跟客家有连接。然后我可能学习完之后，我再可能转变成我自己新的东西。我觉得是我想要是这样的过程。对，那你当初填调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你主要是想要填调每一家七嘎跟阿梅给算是它独特的味道，然后你再延续嘛。那你在填调的过程中有发生嘛？该你知道东南啊，还讲哈神奇的故事？故事嘛，有。在填调的时候，其实想象的很美好。我想要一个故事，一个阿婆或阿梅，然后在一个食材是这样的串联。但是可以其实是去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这样子的活动行为的时候，其实会有困难，因为其实他们会觉得你到底要干嘛？他们会有一点点防备，所以其实没办法这么容易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像很难一个食材一个故事，然后大家会有困难，所以后来就变成是想用共餐的方式，请大家一起带来食物的部分。故事就会比如讲哎压希都要在这个社区好，压到总体好哎，应该可能认识其中一类妈妈，然后我就请她串联，就是揪大家来，然后大家就带七嘎嘅好手艺自己的料理，那都先从大家穷哈生，对，就是分享，对。对我有看到照片，很有趣，就是有一些从大丢西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因为个别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尴尬，他也很尴尬，对。然后我就觉得，那这样好像问不出个所以然，我也不知道问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有用打游戏的方式，就是今天去你家，明天你来我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这样会不会可以改善那个尴尬感？然后大家我可能会在不小心的聊天过程中发现，意外的可能故事或是惊喜的东西可以留下来，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试试看用这种方式。在歌唱当中有发现到蛮个神奇的事情吗？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就是他们其实会很热，反而变得很热闹，或是你太四面八方的故事太多，其实我没有办法很认真专注一个，所以其实故事蛮多，像米食的故事啊，红糟的故事，或者是天板的故事，天板对，就是很多对，所以就有一个阿婆就跟我分享年糕的故事，就是年糕小时候我的记忆就是它也是过完年之后你就会放到印，然后也有可能它会发霉之类的，对，这应该大家都有，对，但爸爸妈妈都不会丢掉，还是会吃，对不对？对，所以就是你会演变成其他的就是料理。那阿婆就跟我说，小时候哪有这么好啊？就是没有零食的时候，板变硬了，其实它还是一个很奢侈的零食。所以他就把它他就会把它切成很像薯条的样子，然后放在书包，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走路的时候很无聊，可能要走1个小时或2个小时的路程，然后他们就会边拿，然后就拿出来吃，然后他就在阿婆讲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认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香。就是他散发出来那个眼神的时候，动用呢，就是很香，他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好棒哦！我们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不觉得这东西怎么样，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忆跟味道，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有这一段就觉得很可爱。像这样子的故事，其实可能生活当中给阿公阿婆啊，也讲顺通给林莎，可能他们都有发生过，真的。但是你没有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你不会发现到说，其实暗涌给客家的传统的食物，也给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对，因为他久而久之可能就不记得，大家就忘记了。不过用暗涌给方式，亲像你客家传统嘅食物，加嘅米线，咩亲像加到嘅故事，还有汉卡到嘅内容，儿童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哦。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一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后生嘅小妹，佢转到家乡啦。开始来经营一个工作室，第一度系做同传统嘅客家食材有关系，不过佢有一些些的创新。呀的创新的点子，全部都来自于刚才有同大家来分享这个以前当到客家妈妈嘅传统好米线，然后你再把他们的故事跟的食道嘅传统嘅食材拿来做延伸，对不对？所以其实今日儿童大家来分享嘅一些创意料理，都是从这些填调里面的内容来做延伸的。对，有一部分或者是小时候的记忆。对，所以撒下来给没撒下来给前一步嘅美迪亚这个好客好评来经营自己的工作室了，算是你进驻在里面，对不对？其实哪个原因让你会跟好客好评一起来合作？会合作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我就是想要。分享我自己做的植物，然后看看就是喜欢度，然后所以后来我是先在他们创办的一个那个木旅市集，在核心火车站，就是要往进内湾之前，对，然后所以认识了他们，然后他们就也很喜欢植物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在做在地生根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去年知道他们的场域就是有一个我很想要的空间，就是红砖老房，然后有院子跟有树，然后又可以晒得到阳光，好漂亮哦！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喜欢，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会在这里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些综艺的其他位的那个。其他的青年伙伴在里面，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还没有机会去年，但是因为他们去年结束他们的合作，想要再找新的伙伴，然后在地青年，然后我就也去做了提案，然后顺势的就是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对，鼓手对你也开始就已经在好客好评里面了。对，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天时地利天的观众朋友，有人还不认识好客好评这个地方，它在什么位置？跟大家太快搜给一下。好，它在内湾老街。如果比较容易知道的，就是你只要知道内湾老街里面的内湾国小在哪里，你就会知道它的位置，因为它必须先经过内湾国小那个崩康进去。对，它有一个隧道，很神秘，它很像一个另外一个国度的感觉。对，就是你要先进了隧道，进了那个地下道进去之后，就往左手边，你会爬2个坡，小上坡。但我每次跟朋友都会说，你第2个坡之后，你就会想放弃，但拜托你不要放弃，因为它要经过学校，然后旁边你不会觉得这里是要去一个咖啡厅的感觉，但是它旁边其实围墙是有介绍说再往前走多少就会遇到，可是第2个坡因为很累，所以你一定会你一定会有那个念头想放弃，对，每个
个朋友来都说，所以你走完2个坡之后，就会遇到一个小巷子，然后也不要怀疑，就是从那个巷子进来，就是里面就对。啊，不过吼，跟迪波真景还完全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感觉。对，因为它整个环境就是给人家那种很自然的，然后装饰的非常漂亮，但是又不是过多的装饰，对，所以我也很喜欢好客好品那一个空间。故说，这个木正在好客好品里面的空间，就是我同泰嘎罗分享他做的这些料理。那要的料理节目也没有带到节目当中，我同泰嘎罗分享。现在有一个在锅里热了嘛，对不对？对。然后这个听说是，就是你当初在做出这一些食物的时候，你还有潘一嘞，算是分享会，对，你有跟给你idea 的这些客家妈妈一起来分享，对不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做了田调，然后都是吃婆婆妈妈阿梅帮我做给我吃的料理，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一定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刚好有一个提案的成果展，我就觉得，那我应该要邀请他们来吃我融合之后的餐点，对，所以我就想说，那个时候也刚好进驻好客好品了，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就是一起，然后请他们来吃我转变过后的餐点，让他们品尝看看。然后现在在锅里面的，听说是最受欢迎的。对，因为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吃到大的，我觉得应该是客家人，应该7、8成应该都有吃，我觉得啦，对，因为小时候年糕就是过完年之后一定会有剩，就甜板嘛，对，然后。我下课之后，妈妈都会做很多甜点或点心，它是其中一道，所以就是，但是我们客家人的吃法是直接把年糕煎成薄片，切成薄片，然后把它煎得恰恰的，然后变软之后，把酸菜包在里面。有，是不是有吃过？我有吃过，而且还有温卵姐妹。我没有这个对，我们家会年糕沾蛋，然后好像也会包酸菜，对，都有。其实蛮多。客家人都有这个记忆，各种版都有各种不同的吃法，反正要想办法把它吃完。对，所以有炸的啊、烤的啊，什么都有。其实，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可能我是在做跟发酵织物有关，然后我就觉得这一道我觉得很好吃，但是它其实成品的样子，其实因为传统年糕会很黏，预热之后会黏住，它没有办法有卖相。对，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让这个味道分享给更多人吃得到？所以我就把我就是在餐厅的经验一起做一点点融合。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用墨西哥饼皮，然后起司，然后做这样的融合，它就会增加一个酥脆感，然后口感也会有点不一样。现在没办法吃到，因为还在热，等等就可以吃到了。我们枸杞第一度吼，刚刚就讲到用这个传统的年糕跟咸菜，然后你说你还加了起司，然后用饼包在一起，所以里面的这个年糕啊拌呢也很重要。对，这底部一个拌呢还那一片来耶。里面的年糕刚好也是另外一个在地青年，然后他已经回乡创业，也已经有7年这个品牌，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那我们当然既然都是在地青年，我觉得我们要互相扶持跟支持，所以我那时候是选择他的甜板，然后做这个里面的年糕。所以这个创意料理真的是底部有甜板、有咸菜，还有其他的东西，不过也还蛮厚。没关系，我们先介绍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像这个我眼前这个很可爱，这个其实我知道它是一个很有名的料理，它叫魔鬼蛋，但是你做了那个一种风色，做不一样的呈现。对，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魔鬼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料理。它其实是比较西式的，然后一般来说也是会把它加了美乃滋或者是其他你想调味，比如说芥末这样子。对，它就是反正水煮蛋先做好，然后蛋黄挖出来再调味，然后那个调味其实就是看个人。然后最后再挤回去。但是它变得很可爱，变得红色的凤凤，因为会有这一道，其实也是跟共餐的时候有一个阿梅。他就带了，因为他吃素，所以他带了的那一道料理是那个红糟豆包。然后因为我要听故事，所以我就很认真听完故事回来之后，他就没了，所以其实我没有吃到那一道。但是对，然后但大家都说非常的好吃。其实我有闻到味道，我相信它会非常好吃。然后我比较意外是因为我小时候对于肉。
我不爱那个味道，所以其实妈妈做的红糟肉其实我很少吃，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红糟都是搭配肉类，对，然后我不敢吃肥肉，然后所以其实这一道料理对我来说，在我记忆中是几乎没有什么味道的呈现。然后所以经过阿梅之后，我就觉得，那我有别的可能了耶，所以我就就是把它转变成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对，而且因为我刚刚咬了一口，就是奶丝的那个红糟的酒味。很明显，然后它跟这个蛋是另外一个感觉，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很少做这样子的搭配，对，所以它会有蛋香，对，然后又有红糟的香，然后对酒香，对，然后 Noble 又引力那个走马给色变成红红的，就很可爱，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传统跟客家跟料理跟结合，所以。真的很特别。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酸菜年糕酥饼好了，对不对？好，对，而且坚持一定要是很热的，对，因为它的年糕一定就是这位青年他坚持就是一定要预热的，热的时候吃是最好吃的样子，所以一定要是热的，然后而且外面的皮一定要酥脆，它才会好吃，然后里面的年糕要软。我等一下我品尝一下。它里面的那个年糕，我已经就是感觉它跟饼里面的料融合的很好，我甚至没办法直接吃到，我吃不出来它里面有年糕了，它就跟起司融合在一起了耶。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做这一道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紧张，因为怕吃不出来味道不是，是因为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刚刚说的，所以要请阿梅他们来吃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害怕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方式，这样，所以我前一天我在试做的时候，我就先请我爸爸吃，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挑嘴的人，所以我是用忐忑的心情给他吃的，但他也是真的是吃了一口，他就觉得是好吃的，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一道真的是可以呈现，所以我那天就呈现，但我没有觉得它会有这么大的回响，然后阿梅跟阿婆他们吃完之后，他们赞不绝口的就是这一道，一直说超级好吃，可能因为。这个饼皮的口感，他们可能比较少接触到，所以多了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跟他想象中的味道有不一样。不过咸菜跟米线又很明显，所以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咸菜跟米线，然后搭配脆脆又有点黏黏的口感，真的很好吃。要不是我要做结尾，我就把它吃掉了。故事后，一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来跟同大家来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後生嘅小妹，佢轉到自家嘅家鄉。韓國來開始一個工作室，第2月開始喺好客好品園區裡面來經營，對不對？那其實底部賣嘅東西，剛才沒有吃到誒，就是我們有吃到這個魔鬼紅糟蛋，它用輕熟式嘅走馬，要這種傳統嘅東西，但是結合了新的做法，把它做成魔鬼蛋。然後還有剛才講嘅甜板包嘅鹹菜啊，然後也做成另外一種創新的方式。其實要的東西，我都覺得好特別，但是其實裡面你在工作室裡面你經營的東西，主要都是以蔬食為主，對不對？對，這還蠻特別的，因為其實你知道大家就是幾乎啦，大家就是無肉不歡啊。對，那而且其實你做這種創新的食物，感覺已經稍微比較小眾了，但是你還選擇用蔬食，這麼該弄？為什麼會對蔬食有興趣？應該說2、3年前自己就身體的需求，所以做了就是調整，然後在吃蔬食的這個過程中，然後我覺得對身體的反應跟回饋是很明顯的。然後再慢慢來看之後，我才發現，其實我真的沒有很喜歡吃肉，就像剛剛說的走麻，小時候媽媽都是用那個3層肉，我基本上不吃。對，因為我對於豬肉的味道是非常
敏感的，所以我会说哦，这个我都会跟妈妈讲说，妈，你的肉有味道。我妈都说啊，肉不就这个味道吗？对，肉就是那个味道。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特别是猪肉，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没有肉的需求，然后再加上现在的饮食文化的改变，所以就觉得蔬食其实是未来的饮食的趋势，越来越多人对，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可以往蔬食，只是也是因为后来慢慢转变，变成我做了跟想要留在自己家乡，我就会觉得那这两个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知道其实它真的是小众里面的小众，其实会很辛苦，对，但是有自己的理念，用按用给心情去经营一类传堂，我觉得那个会提供你开餐厅的一个动力，会让你经营更有动力。就是要想，然后如果遇到客人吃完之后跟我说很好吃，或者是他没有说，但你在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他回馈的感受，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有后，我刚刚把一整片吃掉了，对对，而且你都不会觉得很累，就算再辛苦，就你要备很久，你都觉得不会，反正就是客人喜欢，然后在跟客人互动聊天过程中，我就会觉得我已经被充完电的那种感觉，这样很棒，工作的动力。对啊，不过节目当中吼，刚才有讲到按豆色类东西，都还蛮讲到这个腌制物本身，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今日 TPA 有带的老配馆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唐公也一开始，因为大家都是一开始接触都是新手嘛，我们又不像妈妈做了这么多年。一开始第一个好给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困扰的事情？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只是想要跟妈妈学怎么做，然后但是因为我的经验，我就选择了用有机的，所以我就先把萝卜买回来，然后我就只问我妈说：“你可以跟我说怎么做吗？”我也没有问她说怎么切，反正用印象，我就觉得应该要这样。我觉得就切那样的样子就可以，对，印象，反正应该也不会太难。对，然后我就非常的傻了，我削了皮，然后我是先切圆形的样子，然后再把它切成条状。我自己以为觉得头跟尾都有皮啊，我觉得这样很公平啊，我自己觉得，对，我就这样，然后就先被我妈妈说，不是这样切，对，然后再来就是他还说了这一段我一定要用客家话来说，他说。你喊白妹妹俩按几盖，我做俩盖，俩冻打松一点么？盖盖添水，通通不用按流体嘞，冇嘞。就是他在我第二天搓揉他的过程中，他就默默站在那个旁边，然后我都没有讲话，就这么说了。因为他刚开始觉得很贵嘛，然后我没能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保留的理念，但长辈有他们自己原本的，所以我觉得 OK。然后第二天我在搓的时候，然后听到他默默在那边讲完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我觉得蛮可爱，我就觉得那表示你蛮认同这个食物的嘛，就是这个有机的来源，只是你有你的坚持，那我有我的坚持，那我们就是一样做一样的事情，那也许以后就会你就会慢慢接受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在卤肉配给时间真的水都会被压掉啊，对，确实是这样子。对，可是你在压那个水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做，所以其实我在压的过程中，我在有机餐厅上过班，所以我可以知道它的味道的来源是跟一般其实还是真的有差，所以妈妈还没讲之前，其实我就已经知道，哇，这个甜水我没有吃，你用闻味道你就知道这个甜水是甜的，就是那个水那个挤出来的汁是甜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很香，然后当妈妈讲完之后，就觉得心里有一点得意，但是不可以说，对，自己知道，对，就是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对，所以其实到底要老配管，做到后生跟老配管，刚刚还是没有跟大家分享到，到底秘诀要怎么做？鼓手共生农民，然后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哦。妈妈传授你的后生嘞，老配管，刚刚讲说已经做错了，切圆的已经做错了，给生的应用板周张葱呢？这是我妈妈教我的，也许还有更多可能。对，然后像现在看到的这个，其实大概是这种粗细程度的，就是你在切的时候，如果萝卜跟手掌一样大，其实你要直切，就是直的切，就是直的。黑公一粒萝卜的按台要这样子，对，直切椭圆形的切面就对了，而不是这样就会变圆形的切面，要直切，而且不可以削皮。对，然后你直切的时候，你的粗细不可以小于就是你的
指头的大小，至少要这么粗。对，至少要比它大。哦，你如果是在我印象当中，你就会切懂 U， 因为这个看起来很小片。对。所以我那时候切的时候，其实有切比较小，但是因为你晒干之后压完，它就会更缩水，所以我才被告知，因为我就用我以往看到，我以为嘛，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个以为，对，所以就是你要切大一点，而且你带皮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好。哦，对，会给你一种呱呱呱的感觉。对，然后而且要经过2到3次，就是每天第一天要先脱水嘛，然后第2天晒完之后晚上还要再拿回来再继续就是搓，而且是要帮它按摩的概念。我妈妈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一直搓揉它，它才会香。但我有点不能理解这个为什么会香。对，就是你只是拿回来的状态就是软软的萝卜，然后是还有水分，然后但是它就是说你要继续帮它按摩，然后按摩完之后继续压石头，隔天再拿来晒，大概要2到3次。你的这个功夫越到位，它会越香，越好吃。哦，不过你刚才有讨论到，就是有机跟一般其他的种植方法出来的作物，做卤嘅东西，做这样子的腌制物，其实味道真的还是有不一样。对，尤其嘿烟虫，我觉得就是木真很用心，和 T P 带了2种，而且是。我黑贡是分开闻，我今天只闻其中一盘，我不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卤嘅萝配来嘅米头，不过一类黑有机的，一类黑一般的，这样子做起来嘅萝配个米是真嘅冇共用。黑贡像这个。对，这个就是可能是惯性，或者是不知道其他做法。那这个是特别用有机的，比起来它的味道就比较。惯性的闻起来味道有一点其他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其他的味道，但是有机的就是很单纯，就是萝卜干的味道，没有其他的味道，就会完全给熊蜜。然后这个其实我老实讲就有一点臭臭的，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也是你自己实验的结果，就是因为第一个跟妈妈学的嘛，就是那个味道，会觉得哇成功了耶，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就自己来做做看，所以就刚好可能家里有萝卜剩的不多，然后想说那我就试试看，所以就有了另外一个萝卜干的味道，然后我也是照妈妈的方式做。但我不确定过程中是不是我真的搓得不够认真，但是收成完之后，我装在瓶，刚晒完你不会有感觉，但是是一定要塞在瓶子里放，对你放。然后后来我就打开来闻它的时候，我发现是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怎么好像没这么香，所以我就再去拿了我原本第一次妈妈教的，2个同时闻就真的落差非常大。对你比起来用在一比，真的是觉得落差很大，不是只有一点点而已，不是口味敏感的人才吃得出来，是大家都可以分辨得出来。故说每一定按用个经验，你给所有用嘅卤的东西，你尽量都是用有机的蔬菜。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我刚前面有说到去学味噌，然后老师教我的时候都是尽量用有机的食材。那我学会做酸白菜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要浪费啊，我就先去超市买1颗回来，先试做嘛。然后我做完之后，正常的腌制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放的，而且你在它味道最美味的时候冰进冰箱，它会停留在那个位置上，它就不会再变化。然后我也是这么做，然后我就冰进冰箱。可是，在2、3个月后，我拿出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味道好像怎么又怪怪的，跟原本味道就没有蔬菜味了，就有别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怪怪，然后我想，那我没关系，我先吃吃看嘛，我就拿起来试吃跟试摸它，它已经变得有点烂，就是质地是烂的，它已经不是像酸菜一样会脆脆的那种状态。对。然后我认真的觉得它就是不可以吃了，所以我就把它丢了。但是之后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经过很多次之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刚刚说的蔬菜来源的原因，但是我也不敢完全确认。结果后来可能有邻居的阿梅啊，或者谁，他也拿了他自己做的可能类似也是发酵的东西，结果我打开也是。我说我觉得没这么好闻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我
可以确定的是，蔬菜来源不一样，它可以保存的味道跟呈现味道是真的是不同的。对，所以就用按用嘅理念，可以一間工作室，故說好分享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做得去好客好品，去請木真去吃佢做嘅東西哦。今日謝謝木真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咁希望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坐下來做運動哦。福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